有电眼名模封号的35岁一零艺人殷琦，去年6月闪嫁拥有10亿身家的高明金鸡总经理张世玉。殷琦曾大赞老公帅气堪比金城武，为人孝顺又善良。近日殷琦受访时坦言，外界都猜测她是喜欢男方多金，但其实热爱自由，坚持不婚的她，当初是因为老公擒贼先擒王，从妈妈那里下手，才让她点头嫁。殷琦近日接受苹果专访，谈到婚后的她透露，除了定居在台中，还有不能穿太露以外，其余都和婚前没太大差别。谈到不少人都认为殷琦当初是看上老公多金，她解释夫妻俩财务独立，自己也看不惯伸手要钱的女生，但透露老公有给她和妈妈一张无上限的副卡。射手座的殷琦说自己热爱自由，婚前坚持不婚主义，历任男友只要开口想结婚，她就会想各种理由提分手。然而张世玉擒贼先擒王，从殷琦妈妈那里下手。当初殷琦提分手后，张世玉一边约她吃饭，另一边就约尹琦妈妈维系感情，让向来听妈妈话的殷琦最终也被洗脑。被问到老公有没有缺点，殷琦娇羞表示常太帅啊，他出去我怕招蜂引蝶。她也坦言曾幻想过老公被拍到偷吃的画面，大笑表示如果发生什么事，你们一定会比我更早知道，我不会禁止他去场所，相信他会自己拿捏。夫妻俩目前还在享受2人世界，预计2年后才会开始拼做人。